現代社會最昂貴嘅消費品呢，唔係限量版跑車，唔係私人銀行將百夫長黑金卡，而係一種你摸唔到，但係幾秒鐘之內就可以擊穿你全部神經防禦嘅嘢——高階多巴胺呀！人腦呢係喺幾萬年緩慢進化入面打磨出嚟嘅一套精密機器嚟嘅。你透過踏實嘅勞動、長期嘅積累、人與人之間溫吞嘅相處，換嚟一啲溫和嘅多巴胺回報。呢套機制啦，慢穩，講究細水長流嘅。但係喺娛樂圈呢個名利場入面，呢套機制會喺極短時間內俾人徹底撕碎嘅。當一個人嘅財富喺時代紅利下被瞬間拔高，周圍淨係得掌聲同奉承嗰陣，佢體內嘅多巴胺受體就會俾人拉高到一個病態嘅閾值嘅。普通人覺得係巨款嘅數字，喺佢哋眼中只係一串冇重量感嘅符號啫。當聚光燈熄滅，深夜降臨，嗰種巨大嘅虛無感會好似潮水咁湧上嚟嘅。為咗填呢個窿，佢哋往往會一頭撞入博彩工業一早編號嘅精算盤口入面嘅。普通人睇社會新聞，見到爛賭徒為咗幾萬蚊高利貸搞到家破人亡，會產生一種天然嘅優越感。覺得嗰啲係冇文化、冇自控力嘅人先會做嘅事，大眾會想當然咁以為，只要一個人有錢、有智商、有地位，呢種低級錯誤就永遠唔會發生喺自己身上。呢個恰恰就係現代博彩工業最想你保持嘅錯覺嚟嘅。喺永不犯錯嘅概率論面前，你嘅階層、你嘅才華、你嘅美貌、你嗰個睇落固若金湯嘅資產，不過係莊家進行大數定律清盤嗰陣，流動喺台面上面唔同成色嘅燃料咋。由你第一次將籌碼推出去嗰一刻起，結局就已經寫咗喺算法嘅底層邏輯入面噶啦。跟住落嚟我要講嘅呢啲名，每一個都曾經喺華語娛樂圈嘅黃金時代入面閃閃發光嘅。佢哋唔係底層賭徒，佢哋係傳媒大亨、亞洲影后、頂級美人、電影大鱷、收場天王嘅。而佢哋最終嘅結局冇一個例外，全部俾呢套精算系統一一清盤嘅。我哋先講一個叫何家駒嘅人啦，你可能喺港產片入面見過呢塊面嘅，兇神惡煞咁演咗一世反派，但係好少人知道佢喺成為四大惡人之前，其實係一個真正意義上嘅商業天才嚟嘅。1948年出世嘅何家駒，20歲就創辦咗自己嘅報館呀。喺嗰個報業係信息入口嘅黃金年代，佢唔夠30歲，個人資產就已經升到2000萬港紙噶啦。嗰陣係70年代嘅2000萬呀。折翻今日嘅購買力，足夠令一個人穩居高淨值人群嘅頂端嘅。佢文筆好，腦轉得快，做生意有魄力，係嗰種喺現實世界入面屢戰屢勝嘅人嚟。但係博彩工業嘅精算師們最中意嘅獵物就係呢種喺現實世界入面未輸過嘅成功人士啊！何家駒好勝心強，喺商場上面好勝係開疆拓土嘅利刃。但係喺賭台上面，好勝就變咗一把對住自己條頸嘅刀嚟噶。佢唔以為自己憑住聰明可以睇透牌路，唔以為運氣會永遠企喺自己呢邊。結果喺極短時間內，逢賭必輸嘅現實擊碎咗佢所有嘅幻覺。佢唔單止輸晒積蓄，連報館嘅營運現金流都俾人抽乾晒。報館執笠，呢位唔夠30歲嘅傳媒大亨一夜清零啊！為咗生存落去，佢放低身段，走去電影公司，由最底層嘅劇本雜工做起。後來靠住嗰副兇悍嘅樣，演成咗香港電影四大惡人之首，重新賺到啲養老錢。但現代成癮醫學有一個最冷酷嘅結論嘅，賭博對大腦獎賞回路嘅破壞係永久性嘅，被壓制嘅賭癮唔會消失，佢只係等你免疫力跌到最低嗰一刻咋。2015年，何家駒嘅生命走到咗最後階段，病痛同死亡嘅逼近，徹底摧毀咗佢嘅理智防線。佢瞞住醫護人員，帶住自己所有晚年積蓄，喺賭場入面不眠不休咁賭咗3日3夜。3日之後，戶口歸零，1毫子都冇剩啊！唔夠幾耐，佢喺極度嘅財務匱乏同身體衰竭入面，孤零零一個人死喺醫院病床上面。呢個就係博彩工業對一個天才嘅完整收割呀！俾你時代紅利，讓你年少暴富，然後喺算法嘅長河入面，將你嘅才華、財富、尊嚴分2次清零。如果話才華喺算法面前形同虛設，咁喺概率論面前，頂級嘅美貌都同樣冇豁免權㗎。1960年代嘅香港，李菁係一個冇辦法繞過嘅名字嚟。佢個樣甜美，17歲就憑美人魚拎咗亞洲影后。
喺邵氏嘅10幾年入面，佢名利雙收，名下有大屋名車，係嗰個年代最風光嘅女明星之一。圈內好友多年後提起佢，印象最深都係嗰句，係真係好有錢、好風光嘅。佢嘅人生喺31歲嗰年出現咗裂縫，相戀多年嘅未婚夫突然因病過身，唔夠幾耐母親都走埋，佢徹底崩潰啦。35歲佢退出娛樂圈，然後佢揾到一個替代性嘅精神止痛藥——賭場。喺賭台上面偶爾嘅贏錢同高密度嘅多巴胺刺激，令呢位過氣影后產生咗一種幻覺，佢覺得自己重新掌握翻人生。但博彩工業最冷酷嘅本質在於，佢從來都唔係娛樂，佢係一場披住娛樂外衣嘅資產吞噬實驗嚟嘅。好快，沉迷賭博嘅李菁開始變賣物業還債。但樓變現嘅速度永遠追唔上賭債利疊利嘅速度嘅，樓賣晒，佢開始問親友借錢。當債務變成一個永遠填滿嘅無底洞嗰陣，親友們喺一次次絕望嘅救助之後，選擇徹底斷絕來往。連老東家邵氏幫佢償還咗部分債務之後，發現佢依然偷偷去賭，都停止咗援助。晚年嘅李菁一個人屈喺鰂魚涌一間殘舊嘅出租屋入面，身邊冇一個親人，冇一個朋友。69歲嗰年，佢喺呢間唔見光嘅屋入面離世，因為長期與世隔絕，過身之後幾日先俾鄰居發現咋。同樣嘅劇本喺另一位頂級美人藍潔瑛身上上演得更加慘烈呀。藍潔瑛嘅美喺當年嘅香港電視工業入面係一個符號嚟，靚絕五台山唔係亂講嘅，但冇強大背景支撐嘅頂級美貌，往往會成為時代風浪嘅靶子。經歷完續約風波、雪藏，多段感情慘烈告吹之後，佢嘅精神世界開始大面積冧蕩。而嗰個曾經同佢一齊嘅知名律師男友，最終同佢分手嘅核心原因，唔係美貌不在，而係佢染上咗賭博，而且已經進入高頻冇辦法自拔嘅狀態。嗰位律師男友喺其他方面好捨得為佢使錢，但喺賭博呢個財務黑洞面前，佢展現出極度冷酷嘅理性。唔願意為佢嘅賭債俾一分錢，失去咗最後嘅情感依附之後，藍潔瑛越踩越深。有紀錄顯示，佢曾經喺澳門賭場入面2個鐘之內輸咗整整3萬蚊港紙啊！喺當年嗰個係一個普通家庭1年嘅使費嚟㗎。當籌碼被清空，褲袋剩低一張買車票返屋企嘅碎銀嗰陣，佢先至眼紅紅咁行出賭場大門。贏錢嗰陣嘅亢奮同輸錢之後嘅極度抑鬱，交替撕扯住佢本來已經脆弱嘅神經。好快佢宣布破產，但破產冇切斷到佢嘅賭癮嘅。只要有一啲生活費入賬，佢就會再次被拉返上賭台。晚年嘅藍潔瑛幾乎淪落到喺街頭執垃圾嘅乞兒咁，靠政府救濟金同極少數念舊嘅朋友私下資助過活。2018年55歲嘅佢被發現喺住所洗手間入面猝逝。博彩工業嘅資產清除名單上面又多咗2個曾經光芒萬丈嘅名啦。如果話明星嘅隕落仲有精神依託錯位嘅悲劇色彩，咁跟住呢位係一個真正掌控過電影生產資料嘅資本大鱷嚟，佢嘅倒下更加接近一場純粹嘅金融清盤實驗呀。曹達華喺早期嘅香港電影圈係絕對嘅大佬級人物嚟㗎，佢由底層演員做起，靠住極其敏銳嘅商業手腕，喺1949年創辦咗自己嘅電影公司，跟住又起咗當時全港最大、設備最先進嘅華達片場，再擁幾間核心戲院。喺1960年代，佢個人身家已經去到3億港元㗎，嗰個年代普通人月薪得幾百蚊咋，3億足夠買起香港半條街啊！但呢個喺商場上面無往不利嘅大佬，最終喺賭王何鴻燊嘅百家樂台面上，迎來咗人生中最慘烈嘅一次資產熔斷。喺隨後幾年入面，曹達華親手將自己用電影菲林、院線地產同龐大現金流砌起嚟嘅帝國，送入咗博彩算法嘅絞肉機入面。3億資產蒸發嘅物理過程係冷酷而不可逆嘅。佢先質押電影公司股權，然後低價賣咗華達片場。最後連老婆名下嘅物業都全部賠埋，喺一場場睇落有來有往嘅牌局入面，大數定律用永不犯錯嘅概率，將呢位億萬富豪剝到乾乾淨淨。為咗生計，呢位曾經嘅億萬富豪逼住要以高齡重返片場，喺後生導演手底下跑龍套做配角，靠賣勞力維持最基本嘅生存。晚年佢一個人屈喺旺角一間唔夠300尺嘅公寓入面，成日都見唔到陽光。
2006年佢因為胃出血喺醫院病逝，3億身家最終換來嘅係一個唔夠300尺嘅終老之所啫。喺博彩工業面前，所有實體產業資本都不外乎係流動性極佳嘅優質燃料啫。對於嗰啲喺地下秩序入面摸爬滾打、自以為熟規矩嘅狠角色，博彩工業同樣會用一種冰冷嘅方式，同佢哋上一堂社會信用去受信嘅課嘅。吳志雄，你可能更熟悉佢另一個名大 B 哥，佢有過真實嘅江湖背景。後來喺古惑仔系列入面，將自己一身草莽氣變成票房賣點，名利雙收。成名之後，快錢來得太易，佢開始上賭胎。多年後，佢自己喺訪問入面拆解過呢套暴食機制。一開始莊家會等你贏多輸少，等你產生一種自己睇得透牌局嘅錯覺。佢信咗，佢覺得自己憑街頭廝殺出嚟嘅直覺同膽量都可以喺賭台上面無往不利。但係當局勢進入大數定律嘅長尾階段，贏多輸少瞬間變成輸多贏少嘅。短短幾年，佢欠落1000萬港紙嘅地下賭債。佢開始頻繁打俾圈內好友，喺佢嘅邏輯入面，江湖救急，兄弟情義，呢班人應該拉佢一把。但係現實俾咗佢一記最響嘅耳光。所有人一聽到係賭台上面欠落嘅債，冇一個例外，全部都 cut 咗線。嗰啲喺電影入面可以幫佢擋刀嘅兄弟情義，喺賭博呢個絕對吞噬力面前，脆弱到好似一層紙咁啫。如果唔係古天樂喺危急關頭動用咗極其龐大嘅私人現金流幫佢填咗個氹，大 B 哥嘅晚年大概會行上更加極端嘅路。好彩佢喺呢次社會信用嘅全面熔斷之後，徹底睇清咗本質，終身戒賭，老老實實拍戲還債，先至勉強喺廢墟上面重建到生活咋。而海峽對岸嘅朱哥亮，佢嘅故事就展示咗博彩工業最缺乏人道主義溫泉嘅終極圍獵形態啦。朱哥亮本名謝興達，佢嗰個馬桶蓋髮型同草根式嘅主持風格，喺1980年代嘅台灣係一個時代嘅集體記憶嚟嘅。佢主持嘅朱哥亮歌廳秀錄像帶，瘋狂風靡成個東南亞，日入斗金，身邊香車寶馬。佢先後娶咗4個老婆，但現實世界嘅頂級物質依然填唔滿佢內心嘅匱乏。佢染上咗當時台灣最暴利嘅博彩形式，由地方黑道坐莊嘅地下六合彩簽賭，佢變成咗黑道莊家眼中最完美嘅優質大會啊！佢有一個極其偏執嘅翻本心理，輸咗就加注，加注輸咗再加。好快佢唔單止輸晒幾億身家，仲欠落2億新台幣嘅黑道債務。2億嘅黑道債務，即係話全家嘅命都擺咗喺砧板上面嘅。佢選擇走佬，喺台灣娛樂圈被諷刺咁稱為出國深造。呢場逃亡持續咗10幾年。佢個女謝金燕為咗代父還債，搏到盡咁做，將自己變成一部賺錢機器。但個女嘅代際清常，並冇換嚟父親回頭日。匿埋喺暗處嘅朱哥亮，賭癮喺債務嘅逼迫下越來越大。最終個女喺萬眾矚目嘅演唱會上面，用 VCR 公開咗父親當年嘅拋棄、家暴同因為賭博帶俾全家嘅毀滅性災難，宣布同父親徹底斷絕血緣關係。血緣信用喺呢一刻迎來咗最慘烈嘅全面熔斷。2009年，朱哥亮低調復出，佢已經唔再係天王，而係一個專門為債主打工嘅財務清算機器。2014年佢確診大腸癌晚期，但係債主唔會俾時間佢化療嘅，密集嘅追收壓力逼住佢拖住重病嘅身，奔波喺各個攝影棚之間，出賣最後嘅娛樂價值。2017年，朱哥亮喺醫院離世，喺佢生命嘅最後階段，病房、走廊同醫院門口嗰啲着黑衫嘅地下追收人員，每日準時出勤，監控住佢嘅生命體徵。甚至喺佢過身之後，靈堂外面追債嘅人都依然喺陰影入面揸住欠單，等緊同佢嘅繼承人進行下一輪清算啊！呢啲名，佢哋嘅故事構成咗一個極其冰冷嘅事實。喺呢個由籌碼、霓虹同算法堆砌出嚟嘅博彩之城入面，冇所謂嘅天選之子嘅才華、美貌、資本、江湖地位。呢啲喺現實世界入面可以幫你披荊斬棘嘅嘢，喺永不犯錯嘅概率輪盤面前係冇任何分別嘅。博彩工業從來唔使去同你落藥，佢只需要3招就可以將你嘅人生格式化啊！第一招，用嗰張花花綠綠嘅路子圖；
等你誤以為可以喺隨機事件入面揾到規律，你覺得憑自己嘅智力可以好似分析股票 K 線咁分析牌路，但嗰不過係莊家用嚟消解你對大數定律敬畏心嘅視覺把戲啫。第二招，用前期嘅小贏摧毀你對勞動價值嘅信仰。當你喺賭台上面2個鐘賺到嘅錢，等於你喺片場搏3個月嘅時候，你就再也翻唔到去嗰種腳踏實地揾錢嘅生活噶啦。有賭未為輸，賭場入面呢句黑話就係最濃縮嘅精神鴉片嚟嘅。第3招亦都係最狠嘅一招。當你輸晒啲現金，佢哋會俾你上槓桿，等你抵押物業、投資信用、投資親情。佢哋賭嘅唔係你嘅運氣，佢哋賭嘅係你嘅社會關係，仲可以榨出幾多剩餘價值呀？當你個女喺舞台上面喊住同你斷絕關係，當你啲朋友一齊 cut 你線，當你靈堂外面仲企住等找數嘅馬仔，呢場由算法主導嘅清盤先至算正式行晒所有流程嘅。呢個就係澳門，呢個就係賭場，呢個就係嗰條每日都有免費大巴喺碼頭等你嘅精算流水線日。佢唔會理你係邊個，佢只認一樣嘢，數學。而喺數學面前，你我都係一樣啫。珍惜生命，遠離賭博。小賭不怡情，沉迷生慘案，唔賭先正係真嘅贏。歡迎關注戒賭公益頻道，益點點。我哋希望用賭博嘅個案警醒嗰啲正在參賭、立志戒賭或已成功戒賭嘅人。賭場冇朋友，淨係得輸家。賭海無邊，回頭是岸。